我们提供完整训练，持续提升员工的专业能力。卖翕宣传影片就都被干部，有超过70万股东的开基金控。孙公司中华开发资本管理顾问公司，主要是咧替客户做资产的管理和股权的投资。即马标出弊端，有高阶主管洪志控和诈骗集团斗空，共走公司几亿的资金。海基金在11月3号跟本局来通报这个重大偶发事件，内控是有一些失灵的吗？这个我们还要再去做相关的理清啊，这个就是我刚说的，我们还在一起行政程序处理中。面对倒转的风波，银行局证实已经接到开基金的通报，发生重大误发事件，已经启动行政调查，要厘清开基金敢有疏失。专案是发生在9月底，一个姓叶的查某妇女涉嫌无经过授权登入公司网络银行的账户，甲1000万美金差不多3.1亿台票汇去境外，已经拢互领去，检方18个人拘提到案，用法医生阿准啊。开基金发当信说明讲，一个员工涉嫌和诈骗集团斗空，事实单一员工的犯罪行为已经对伊提告，各项营运维持正常。不过涉案的妇女法院案讲，伊家己嘛是受害者，去信着对方假检警的话术，才会照伊的指示来操作。是利用客户对你的信任吗？金融业互家己人创空，毋是第一摆啊！但是银行有理专就捌偷领客户上亿的资金，已经互判刑。汇丰银行天母分行同款有理专，甲客户的资金超过1.4亿摕来用。即摆开基金旗下的公司钱互偷领，有学者讲风控内控都有漏高的所在。你想想，他最后要放行，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就出去啊，所以这就是他找到天时地利人和，而且这里面一定有瑕疵，说不定有共犯。内部控管没有问题吗？绝对问题很大。虽然开基金强调讲客户的权益无受到影响，但是公司大条资产流失，同款是引发质疑。学者嘛点出讲，必须要定检视内部的内控、法准和系统三边的运作拢要落实，才能有效防范这种状况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